係啦，咁又翻到嚟玩呢個 Undertale 啦。咁樣上次就打完呢個骷髏骨啊，黑拜碎屍啊，應該係。咁今日就睇下繼續打落去會點啦。成功殺咗呢個白牌碎屍。喲，你也是偷偷進來看他吧？太棒了，他對酷的。我想大後要成為他那樣，嘿！別把我在這裏嘅事告訴父母，哈哈！呢個回音花會重複啱啱講嘅嘢，就係 OK。咁我繼續行啦。有寶箱，我唔係寶箱，傳送箱。我之前擺咗嗰啲嘢入去。睇下先，我而家喂，係啦 ，OK， 熟悉翻個操控先，唔係好記得，依度行唔到，會俾揼中，揼中會點？冇嘢，咩嚟嘅？回音花，我發誓我看到什麼東西在瀑布之後。喺瀑布之後有啲嘢嚇，瀑布中見到一個 cam， 好似冇嘢可以查。可以咁樣過，會推我落去嘅嗰啲蛇。我喺做塊面咁黑，背光。咦？我俾佢吸咗上去啊！不了，我完全喐唔到。大魔王啊！做咩？因為我喺草叢，佢見我唔到。咁咪消失翻就喺黑暗入。介紹佢出場嘅啫，有得四副，又係呢個小龍。你看見他盯着你嘅眼神了嗎？真係太讚了，超震動。佢就喺企喺嗰度一路等，然後你就來吧，我哋去圍觀去懲罰壞街伙們。哇，跌得好型，save 先，似乎有 boss。不祥嘅預感，我都係咁話。咩嚟㗎？四個橋花種在水中，排成一條直線，佢哋會開花。係先，做一條橋出嚟俾我過去。開花，冇錯就係咁。地下嗰啲碎片，阿倫原隻肌肉出現。因為我而家用咗拳套咧，我攻擊模式係要係咁撳二石，水溫剛剛好。睇唔到事物，放唔到呢度。咦？開花嘅咪？睇唔到成咩？如果你犯了錯誤，就敲鈴鐺花就
翻原本嘅地方。OK， 咁我點去睇嗰個牌？呢度放到，我諗都係咁樣過去咯。Why？ 我一定要4個先得㗎。哦，可能一定要4個排成一個直線。咁即係話我呢度要咁樣咯，冇錯。我想睇個牌寫乜？頭先第一個提示話要4個啊嘛，係咯，要4隻先我開到。寫咩？恭喜啊！你搞咪失敗了頂。呢啲燈有咩用嘅？開咗同閂咗。咁即係話我要做4個排一直線，然後過到去啦。咁我呢度向上排，唔知得唔得？應該係啦，就啱啱好。一定要4個，簡單啦。知道呢個竅門就得。睇下成咩先？許願室。991以前怪物會對着天空嘅星星悄悄告訴佢哋嘅願望。如果你誠心許願嘅話，願望就會成真。今我們擁有的只是天花板上這些閃耀嘅石頭。喂，即係呢個係地底嘅。700人一起落去就冇問題。我哋國王會證明呢一點。有怪咩嚟㗎？要拆啊！想過來拆死你！沖涼，幫我沖涼，我攞拳頭幫你沖涼。水素素，來吧姊妹，呢個願望。我希望某天能和我嘅姊妹看見真正嘅星星。好可憐嘅呢地底嘅動物。使用望遠鏡嗎？唔用住先，我驚進入劇情，想睇埋。哦，我嘅星座嘅位置跟上周是一樣的。廢話，因為呢個地底嚟嘅，所以啲星唔會喐。有咩睇？查看牆壁，查看牆壁，即係依塊。有個門口開咗，有個窿開咗。古老文字啊，你勉強看清他們。人類和怪物嘅戰爭，應該講緊個歷史啊。人類為什麼集結過誠然，他們看上去無所畏懼。人類無比強大，幾乎係所有怪物嘅靈魂加起來，才僅僅和一個人類靈魂的力量相當。但人類有一個弱點啊，諷刺嘅係佢哋，那正係佢哋靈魂中蘊含嘅強大力量。呢個力量呢，使佢哋呢死後也能存留於體外。有靈魂即係有鬼。如果怪物擊倒一個人類呢，就可以得到佢嘅力量。一個擁有着人類靈魂嘅怪物呢，一隻擁有無盡力量嘅恐怖猛獸。一張奇怪嘅生物插圖，呢張圖望嚟令人不安。幅圖呢，俾我睇。我先行咗左手邊先，好得閒。之後只可以行呢一邊。哦，
我行上去自己飄過嚟另外一邊。話有光影效果，同之前嗰個一樣。喂，又係嗰個大魔王嘅支槍。哦，進入戰鬥片。Crazy！ 我基本上我中咗咧，就要跟佢嗰個戰鬥玩。哇，基本上冇得避。我喐唔到啦，你應該進入呢個劇情，揾唔到我嘅。哦 ，why？ 哦，佢打到個小朋友喎，個小朋友一路好仰慕呢個啲甲人，咁我咪救個小朋友。但係根據我呢個角色嘅設定係殘暴。唔應該救呢個小朋友。咦，我用唔到啦。咁都冇事啊！佢俾人插中咗個頭。你看見了沒有？安分欣欣剛剛摸到我了耶！再一忽失憶，黐線。伙計，你太不走運了。如果你站在嘅地方稍為往左少少嘅話，喲，別擔心，我哋肯定可以再見到佢。又打低，咁勁嘅佢俾人咁樣插中個頭都唔死得。魔法水晶擺得太耐，掂喺台度。啾啾啾啾。想到有朝一日老鼠能取出水晶裏嘅奶酪，你充滿了決心。呢朵回音花點解招招呢？因為隔離個老鼠洞，招，所以佢錄到呢啲聲。咁繼續打下先，拍咗唔係好耐，咁繼續玩下啦。咁咁多呢啲箱都冇用，我都冇乜。造型古怪嘅望遠鏡，有人喎。星星是什麼？能摸到它？能吃掉它嗎？能殺掉它嗎？你是星星嗎？你話俾我聽，你係咩先得？一團史萊姆咁嘅樣。唔好行住先，嗰度有間房未入，有個 room 未入。咦，又係呢一個之前賣嘢嘅賣雪啊！結婚卡，你每買一個好棒冰，就可以從箱子裏面拿出一個結婚卡。如果你集齊3張，就可以使用它換一個好棒冰。他們肯定會給我帶來回頭下的。25蚊，即係買3送1，一張卡片，咁拿住。買3送1啊嘛。我有3張啦，而家拿走。天下沒有不散嘅遊戲，你獲得1張分卡。咦，用唔到嘅？我咪要攞晒3張？我要咁樣攞就逐張逐張攞。攞3張啦，咁點啊？
嘿，你有3張積分卡，要不要用它兌換紅棒冰呢？免費的喲。換啦。紅棒冰應該攞嚟補血。先行咗前邊先，下邊好似好多嘢行，過唔到去。OK， 咁我只可以行下邊啦。短暫嘅對話，所以你難道沒有任何願望嗎？就一個，但是聽起來有點蠢，好大喎呢度，感覺唔到啲老鼠乜料，兩隻啫喱小魔怪，吱吱。芭蕾舞鞋帶走啦，可唔可以着？可以裝備嘅物品武器嚟㗎，芭蕾舞鞋。Attach。我冇得直接睇個裝備嗰個攻擊力，要咁樣拆咗落嚟睇。Attach 7喎，難以置身嘅危險。咁着鞋啦，用腳個威力係高啲可能。試下進入戰鬥睇下點樣。我覺得都係好似頭先咁樣，係有撳耳石，不過轉咗攞腳踢咯。又過嚟洗刷喎，哦，拍子機咁樣玩節奏遊戲咁樣，哇，不衛生，啪啪啪，搞掂。因為我係着跳舞鞋，所以有啲節奏感。別那麼說啦，拜託，我發誓不會笑的。絕對充滿靈魂嚟嘅能力，就是人類害怕嘅能力。喲，哦，行唔到過去，用唔到咯，似乎係打 boss。哇，魷魚嚟㗎，好大隻史萊姆。Hello， 我看到你在呢度，我係洋葱桑，洋葱桑。你聽到沒？佢係洋葱，個樣做乜變到咁？走啊走啊，你嚟參觀瀑布吧，是吧？呢度好正，係吧？你係咪好中意呢度？係吧？做乜自己搭晒？係啊，我也是。我也最喜歡呢度了，冰冰眼，我想走了。雖然呢度嘅水變得越嚟越淺啊，我不得不一直坐着，但係喂，那都不是事意啊，總比搬到城市裏好。不得不住在擁擠嘅水族館入邊，就好似我啲朋友一樣。你啲朋友係咩？反正水族館已經住滿了。不管怎樣，就算我想搬過去，我都不是那事宜。你聽到沒？我婚姻能搞定一切。你聽到沒？我喺呢度出去之後就要去海嗰度生活。你聽到了嗎？即係啲朋友冇同佢一齊住咯。
你到房間嘅盡頭了，下次再見，希望你玩得開心。愛上瀑布，即係佢啲 friend 唔理佢咯，搬唔到去城市度，佢太大件。咁佢一路 FF 補完自己，其實係不屑同啲 friend 一齊住咯。其實係好想感覺到害羞失望，躲在角落裏不知怎麼，反正遭遇完你。其實我唔係好想遇到佢。咦？打爛咗個頭。嗰邊房間藏着珍貴嘅寶藏，睇埋先。想要獲取活着嘅怪物嘅靈魂，需要一個天文數字嘅能力。第一組例外，特殊能力稱為 BOSS 怪物嘅怪物嘅靈魂。BOSS 怪物嘅靈魂強大到足以可以死後存留。僅僅片刻。人類可以吸收呢啲靈魂，但這從來沒有發生過，以後永遠不會。咁我先去北邊睇下有咩寶藏先。佢話有寶藏，彈琴，一首動人嘅樂曲，前8個音符就行了。點啊？左下右上退出。唔得喎，前8個音符就行。呢度唔係得5個音嘅咩？同咪發蘇啫喎得。我有乜同事咁？卡關了，點樣頭8個音符？識喎，前8個音符就行了，但係呢度明明得5個啊！唔識，自己睇攻略先。我放棄，完全唔明點解頭先嗰個係咪有 boss 啊？腳係光嘅，請拿一個吧，一遮喎，拿一把，係咪返去遮嗰個石像？是啦。哦，嘟嘟，
就係依8個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圈上游，圈上游，圈下游，圈上游，圈下游，鬼知咩？唔使睇攻略啦。圈上游，圈下游，推出，搞掂。傳說中嘅神器，唔好理住。睇下有咩調查先，冇，一定要攞啦。你帶的狗狗太多。係咪要清緊啲嘢先？我擺翻啲嘢喺箱度先，好似攞唔晒。又係嗰隻早見樂隊。否，拜。佢應該死心不息，繼續會。咦？唔係喎，唔會喎。我以為佢會死心不息添。哇！好遠喎，原來我去箱度擺翻。咁啊，咁我試下食咗少少嗰啲冰先。你帶啲狗狗太多了，只可以帶一個呀。神煩狗，一隻小白狗，係咪可以試用？你放了狗，做乜嘢？狗吸收了神器，整翻狗證，狗證啲咩？狗屎啊！狗狗半途而廢嘅拼圖，咁冇咗個神器添，搞錯。總之唔放隻狗嘅，繼續行下啦。有水凼，定係要攞定把遮？睇返去攞，可唔可以攞啊？仲攞。喲，你哪裡要把傘來？太棒了！出發吧，我唔係好想同你一齊行。但係又唔喺我把遮入邊。做乜鬼？安分欣因為都係真係太型啦！佢總係可以打敗所有壞人，未嘗一敗。如果我係人類嘅話，那我嘅床單早晚都會濕一大片，因為我知道他一定會來抽怕我，哈哈！黐線又被虐狂。呢度多回音花，
於是有一次學校有一個校園實踐活動啊，佢哋得接過一朵花，國王我們得叫他逐夢老師，自願捐出自己培育嘅花，而結果佢跑到學校教咗一堆關於責任義務之類嘅課程，我不禁開始想，於是安芬恩可以能嚟學校會有幾型呢？佢會將老師全部打低。做乜嘢會扯到安芬恩度？也許他不會去抽趴老師啦，因為佢太型，不會傷害無辜嘅人。頭先佢先啱啱打我，有城堡喎。嗰度應該係，我估係安芬恩嘅地方。咦？哦，我以為係動畫嚟，原來我要行出去。我又奇怪，點解企咗咁耐都未發生任何事情？有橫向剪影，有照，要歸還雨傘嗎？仲落雨喎。因為護遮個平台太高了，之後要放低，係啦，之後我要放低把遮啦，係咪要拉佢上去？因為你先夠吧？別擔心我總找到方法過去，係咪？行兩步都會跌低。好啦，有咗4符啦，睇埋呢2個字先。人類害怕我們的力量，向我們發動戰爭。佢哋突然襲來，毫不留情。到到最後啊，這已經不能被稱為戰爭了。團結一致嘅人類太過強大，而我哋怪物太過弱小。會有一個人類嘅靈魂被奪走，卻有無數嘅怪物化為塵埃。即係講怪物打輸喎。好啦，咁今日打到呢度先。我覺得呢個故事一路打落去仲有啲故事可以睇下。佢講緊呢啲怪物俾人類打完之後就撤退咗去地底生活咯，過咗一啲想翻去地面嘅日子，但係又唔敢翻去。咁樣喺入邊有啲稍為領導啊，或者有啲攻擊力強啲、戰鬥力強啲嘅人喺入邊管理住呢個地方。咁暫時未見到嘅，咁就可能遲啲故事就會見到噶啦。咁今日玩到呢度先，就咁，拜拜。